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成言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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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水顶行。步步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的名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水顶行。步步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的名。今仔日分你来遮吼，是要做新妇仔的啦，毋是来遮吼咧做赌仔的啦。毋过，这是你答应我的呢。你搁敢甲我应出银钱？我讲的是真实的啊！你有答应过我，我会用去看小弟啊。你要气什么？迄菜园的草还袂压啦，地嘛还袂饲啦，还阁有啦，菜脯拢还袂收啦。这个工课你若拢做甲了吼，你头若还袂落山，要去你就做你去啦。有钱，你就当阿姊，阿姊是紧就来看你。我袂叫啦！阿舅啊，你安是创啥的啦？啊，我是安怎啦？啊，这死囡仔连咱斗偌济工安尼，结果阿爸母都唔肯叫，啊，这是算啥啦？阿母，他给我做好啊，我要找小弟啊。阿爸去都要阿妈，你搁要去？哦，你这死头鬼啊！哦！你先别急嘛，你多再来袂关系嘛。你来这久哦，就咧关系就会甲你叫啦。你愈安尼吼，伊愈不要甲你叫啦。乖等，你是要等到几当时啦？你会当我是无迄个耐心的，几年今仔日一定要叫我一车不无，你饭都莫甲我食啦。你是好也袂啦，讲煞袂啦。我来啊，苦劝啦，你得去啦。我哪是安尼去？几年今仔一定要叫我一车母啦。你若不是我阿爸母，我是安怎甲你叫？阿青啊，你若白用死啊呢？阿娘母走去啊，你来阮遮吼，就是要做阮的囝，所以吼，该叫阿爸，叫阿母啊。我袂叫啦。你甲听讲啦，啥物物件拢唔捌啦？哎呦，你是安怎甲找一不朽搞囡仔啦？实在要甲气死啦！等你笑也袂啦。阿青啊，我安尼啦，你伫外面吼，小想者哦，还是小耍者哦，食外口耍，你啊受痛的时咯，食点啦，我是安尼不错啦，吼，行啦，你来啦，啊是安怎啦？你去啦，我是安怎要你去啦？去啦。
真乖，麦克，阿七叫你离开家，麦克。阿姊，伊若不是我阿爸母，我袂开口，我袂开口啦。阿姊，你带我走好无？我袂住在家啦，我袂住在家，阿姊，阿姊。阿姊拢知，阿姊知。怎么样？单就要到厝啊，我莫入去啦。啊，若无，头家就看到咱两个做伙，又搁起路，啊，你较细意呢？既然我搁定要倒转去啊，我嘛不要安怎对待我拢袂要紧。我一定互你好看。你讲啥？有真无去啊？是啊，昨昏去山顶挂牛草，出去就无倒转来啊。郭太太，郭太太，你是要将伊碰见你啦？你哪会当叫伊挂牛草啦？遐尔啊细啊，啥物拢无做过，你哪会当叫伊挂牛草啦？啊，挂一个牛草是要紧了，倒一个新妇也毋是安尼生做。我叫伊来是做新妇呢，毋是要做少奶奶呢。你根本就毋是咧找养女嘛，你是咧找一个查某囡仔啦。喂，你是咧拍安怎啦？我对囡仔嘛是安尼笑命命呢，三顿嘛是互伊食饱饱，伊要出去毋转来，我哪有法度啦？奥桑，你安尼讲哪会煞对啊？一个查某囡仔真细汉啊，你叫伊去山顶挂牛草，安尼就有够可能啊！啥物转无一暝无转来，恁怎要去找？万不幸若发生代志，你敢有这个去啊？哈？
大山遐尔大，我是要倒找啊？当然啦，山大就免找，山免去找。好，你唔找找，我来去找。囡仔若我找着，若无代志，大家好了了。若有代志，你们真正搞你洗洗尾咧，我来试看嘛。村长伯啊，你甲看啦！高太太，当初你嘛甲我要好好照顾囡仔，我要将囡仔交互你，才无几工尔，就直直就甲我碰见你。咱就能要甲你告，我嘛无法度甲你斗3工啦。拜托，你想看嘛？看囡仔到底走去倒位咯？有啦有啦，昨昏讲伊要去找伊小弟，无替卡伫伊小弟遐啦。最近生意好无？袂歹啊，袂歹啊，咱有靠传长夫人来交管。哪有影？来，你的包好。啊，偌济？免啦，摕啦，摕只。好，谢谢啊。袂啦，咱行。来哦，包哦。陈家夫人，啊你，陈家夫人，你想，我是想并无重要，也毋过我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。什么代志？你敢知影饲家是安那火烧厝？你查，有人听无？你查，可能代志处理啦，无吼，咱就较等咧，无代就严就转来吼。村长伯啊，敢袂是伊知影讲要来找囡仔，跳过伊不爱开门啦？袂啦，真哪有可能啦？嘿啦，袂啦，伊若唔知咱要来讨囡仔，对无？有袂想啦，吼，要有伊骨头，咱坐一个啦，休困一个啦，莫急啦，吼，休困一个啊。小姐，别等啦，烦恼啦，吼，完全要要转来啦，吼，对，怎么样？你坐讲，我听就好啦。你坐啦，你头下人你无坐，我来敢坐，对吧？你啊，你查，好，你转来，你出来是哦。你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传你伯啊，现在是有什么代志啊？你查，真歹势啊，就请老母吼，请你来囡仔带回来。是啦，真歹势哦。我的囡仔即摆伫倒，你甲我讲好无？你查，丁生啊，拜托你甲我讲啦。你要偌济钱哦，我予你啦。嘿啦，你啦，拜托的啦。你查，伊迄个就叫吼，无你冒我叫先见一面啊。好啦，我若是你讲啦，我嘛是死个咧找囡仔。找囡仔？要拼要赌，人人叫我第一名。讲生命，付出心我嘛是死个咧找囡仔。找囡仔？哎呀，阮玉清是安怎的哦？都安尼啦，昨吼，阮可能甲念几句啊啦，无等伊听吼，通无做事咯，就走去啦。我张车坐到即马找无。你查，怎么样？你今日个袂走，是要倒啦？我要来找玉清啊！我要来找因家底啊啦！即马人要走倒，咱要去大车。无我看咱外口看卖啦。高太太讲哦，玉清来饲5千，换1起嘛无一定啊，对不？哦，快点，快点来，派囡仔回来要吵啥啦？你想去拍伊啦？你想怎么拍伊？你想怎么拍伊啦？你想怎么拍伊啦？就人我吵啥啦？你吵慢的啦。你有看到伊个即个找伊无啊？我即摆2个囡仔拢无去啊！我2个囡仔拢无去啊啦！我讲迄个囡仔不熟啊，就受你这款老母啦。当你是咧讲啥啊？你若敢放弃，你搁敢讲一款话，今日换倒转，若别人讲你的囡仔不受教，你敢想安怎哈？我无囡仔啦。你死后应该啦，但你是款歹心无路过，当然嘛无囡仔，迄天公伯有目睭啦。不你讲啥啦？好啦，吵啥啦？别讲完了啦！你查，你看，拖你啦！拖你啦！哎呀，去啦！怎么样？咱你莫搁艰苦啊啦！村长伯啊，你是安怎遐尼紧就甲我的囡仔送互别人，哪会带我倒转来啦？好，我问你，恁兜咧火烧厝时，你人一倒？恁大家咧办丧事时，你人搁一倒位？恁2个囝无他食无他大时，你人搁一倒位？
你还搁咧怪我？船长伯啊，太歹势啦！秀平嘛知影讲你对伊真好，啊，但伊即马都规个心情乱糟糟，毋知安尼甲你讲，莫生气啦，哦。紧啊！哦，秀平啊，行，要紧要紧，紧来我讲。阿秋，阿秋啊，阿东。小馒头包，鸡馒头包哦，鸡菜包肉包，日包拢有哦，小骨骨哦。来鸡食小的，食小的，鸡食小的，包馒头鸡拢有哦，菜包嘛有，鸡的小的哦，人客进来大多都问题。小姐，你讲啊？我拜托你，我跟兄弟三顿拢无食，我拜托你。我一罐物件好无？哦，拜托你嘛莫安尼，等去找恁老爸老母啦。老爸已经死啊，老母嘛死啊！阿母，阿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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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走去倒啦？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你是走去倒阿姐？好啦好，这两个馒头摕起来，你甲恁做你去食的啦。无你安尼靠来靠去，我死拢变做啊！紧摕啊，紧摕啦！农业头家，农业头家，紧去啊！紧小的馒头，包馒头，紧来啦！来小的啦！秀萍啊，我知我即马安怎甲你安慰，你嘛是伤心。不过我嘛爱着甲你考劝一下，你身体较要紧啊。这两年仔走出去，但也无所在人仔去，我相信伊一定会转来遮，咱就暂时等甲伊转来为止。哦，家己的身体较要紧啦，无我来死拼拼。秀萍，先生，有人讲饲狗血是恁爸，你要安怎讲？这边血是阮放的，
传长伯啊，等你是听啥乌白讲啦，这哪有可能啦？哪无可能？七老太太发现恁两个哦，偷来暗去啦，恁就是惊哦，代志出破，所以哦，啥物代志嘛走会出来。但是咧讲啥啊？秀明互阮头家娘挂出去了，破案叫偌严重咧，阮住咧隔壁庄阿贵也已经怒声，啊若唔相信哦，恁会使大家去问看卖咧啊！啊，你免辩解啦，去辩，你咧讲啊！你若唔讲哦，就办死你爸啦！秀明，哎呦，你规日才看卖啊咧！咱讲一声哦，你两个做咩人条条？这款的哦，都无代志，啥物人要相信啊？但你是咧讲啥啊？对啊！我是我爸的，我爸会相信我的大家，相信我的囡仔，安尼你无去啊吼！英雄两字是我的名，风风的一句是红声。路见不平人讲正，咱若无行袂出名。我啥物拢唔惊，我啥物苦嘛吃。搁较重嘛敢担，搁较远嘛敢行。无论是半山也过岭，事事拼输赢，行行都是命。要拼要赌，人人